台湾卫生证的台啊，全台湾上济是种6000多公顷，即马只剩23公顷咯。为了保存台啊文化，有百万族人推杀台啊红梨便当，网购当价只上便当来比拼。小米是在东莞南回地区百万的传统主食，但是一般的人真少食到。即马南回地区有关注民开始推广，用营养价值真悬的红梨掺小米的便当，而且计小甲一般的便当同款，佫会当外送。就是有营养啊，有红梨啊，本土的红梨啊，好吃又营养。推广红梨小米便当的人是红叫做是红梨城市的百万族人吴正中，伊发现小米种的面积对40年前的6000多公顷，降到即马敢若剩23公顷，毋但影响产量，也影响原住民的文化传承。今年伊和族人做伙研发红梨小米便当，伫一般便当的饭掺红梨甲小米，互饭更较香，佮加入当日大出的菜色，互消费者食到健康的食材，也互小米的文化会当传承落去，甲保留品种。有请班主。好像爱那个负重比赛，负重比赛以前背都是小米啊，现在是背什么沙袋，背木头，然后木头上面放点小米，意思。这种东西应该是被保留下来，让台湾人，让我们所有台湾人能够知道，如果这个消失了，就如同云豹消失一样。吴正中表示，原生的小米将要消失，伊希望推广红梨小米便当，用作台东县北边有猪香便当，南边有红梨小米便当，毋但互小米的品种保留，也互台东的饮食文化更较多元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